关老站。是搞啥，稍等下吼。我甲即个copy。YouTube 的 link 还袂打起，稍等下。歹势，请大家稍等下吼。英文版。send 好，接一个 email，copy URL link。OK，Clubhouse。pin link。paste。add link。好，歹势，互前3分钟吼。OK， 咱开始来读，咱今仔日继续来读鼠仔来的百合花吼。顶回已经甲头前即个第一段介绍读煞吼。小复习一下吼。一开始就是回避讲，爸爸妈妈紧闭班哦，拜堂的钟声在等安尼吼。就是这故事的主角吼，应该是女主角叫惠美吼。含伊阿兄欢喜准备要去过圣诞夜，圣诞暝吼。好，咱继续来看吼。第2段，惠美的老爸也是一个老秀才，伊会讲捌拜明过漳州县长。我来看无这个讲啥。算是一个文秘的世家吼。文秘就是文墨啦吼。可惜老秀才早捌食鸦片，而且佫好嫖吼。好嫖就是爱迄个耍查某啦吼。佫好嫖赌饮，所以家伙为伊破起真济。当活40岁，病一个险死。去入县城咱教会的医馆，对安尼毋若病好，煞过鸦片，过就是解吼，就是甲鸦片解掉，煞过鸦片。上欢喜的就是得到道理信耶稣。迄时惠美约7、8岁，丁良约12岁。后来拿热心就受敬做长老，
到呾连连重任，连连重任就是连任啦吼，连任。伫即个细细的地方秀才林长老，大家都捌伊，大家都捌伊吼。伊会讲捌拜明过漳州县长啦吼，就是伊阿公啦吼。但是即个阿公应该是讲惠美阿公，还是因老爸阿公哦，我无解清楚吼。讲捌做过漳州的县长就对了吼。好，后期啊。对生即对囝了后，拢无阁有细囝，所以两老疼命。伊无做生理，伊经营农业，将所有几价水产请长工来做。伊虽然是文心，抑佫真有研究心。伊的厨仔也是麦仔，拢捌受圣农会赏。伊的厨仔还是麦仔，拢捌受迄个农会的赏啦。吼，即个圣什么意思？哦，圣啦吼。就是成龙会的省啦吼，因即所在即个省吼，毋若耕农对饲牛羊伫倒真有研究吼，即只可能有加一个字的款吼，佮也家己开鱼池放鱼。伫后面华山的果子，摕所种的柑仔也真水。伊在番薯吼，伊在番薯种大枝。我来看无啊。伊在番薯种大枝吼，佮饲牛捡堆肥吼，不论堆肥舍会建造，逐项真合理。伊的肥充足，对土地亲近，施肥适合。遮吼，即个经历我看无吼，伊在番薯种大枝吼，我毋知这什么意思。我查一个书典一下。是即个经历啦吼，就是降级的意思啦吼。但是即只果水无迄个意思。耕作，但是种大枝。等下吼，我看大枝，除了大只枝，阁有啥物其他意思？枝是用饲的，毋是用种的啊，所以我咧看无大枝尔，就是大只枝嘛。所以讲伊在番薯种大枝吼，
应该是无毋对，就是一种汉字吼大猪食嘛吼，经饲猪用的啦吼，佮饲牛捡堆肥，不论堆肥舍会建造，还是逐项真合理。好，咱继续读来吼。伊的肥充足，对土地深耕，施肥适合。伊的五角，逐年都比人较好收吼。五角是五谷的意思吼，毋是五角钱，毋是五仙钱吼，毋是五角吼，是五谷吼。第七声角，大你大书店无收啦吼，这是我对对巴克利班圣经学到的啦吼。OK， 我找台语。芭比，我有甲即个 display 即个比例吼超过，我毋知影即满你的伤细哩，恁看有无？伫 YouTube 顶头。好，我看卖者，我拄则是用听的。哦。像安尼，你会伤细哩。五角，GOO 第七声 KAK。OK， 大理大书店无收过，有啦，有收五角，但是伊收五吼，伊收第二声的五角吼，就是五谷吼，华语叫五谷。好，咱转来即个文本，咱继续读落吼。伊的五角吼，或者是五角，逐年都比人较好收。切熟的时，饲济鸡，生卵，鹅伫鱼池放屎，窟有肥，鱼咬大吼。讲迄个鱼窟仔啦吼，有肥所以鱼咬大吼。无论平面立体的农业，伊就想会到吼。伫伊后壁也有10外架的山，伫伊后壁也有10外架的山，种相思烧火炭吼。所以因兜后壁的山种相思啊，烧火炭吼。相思就是相思树啦吼。相思啊，伊个茶吼，足杂白的，所以用来做火炭吼。迄火炭足杂白，足甜的吼。是咧，阿宽那个直播无成功诶，无连好呢。是哦。看无？哦，歹势，我袂记迄切换个迄个。嘿，对。你刚才看到一蕊花对无？对，就水的花。好，我即嘛切过哈，袂记啊吼，家己一个人咯，舞袂过来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看到，好。你会伤细哩，我搁放较大。袂，我感觉会使。会使吼，搁较大一撮安尼吼。好。好，讲到正做啦吼，对，
讲后壁的山种相思吼，烧火炭，也有种济济诶做直了的树。做直是啥物意思？我看无吼。种济济做直了的树。CHOE 第三写直吼。无看即个词，词典无收哦。第三写直。OK， 做直。为什么？哦 ，OK， 做直了的树，词典查无，然后当然也有种济济的做直了的树，无理解哈。毋知是倒位type还是即个海文无应该有做直了的树，是一个交拍算的人。上帝大大赏赐伊教会的经济，伊也极力支持，吼，极力支持吼，极力支持，真正是上帝好的管家。8.48分。当丁良甲小妹惠美当伫少年倒来会伫做伙去赴圣诞游艺会，是12分的欢喜。今暝两兄妹要表演钢琴独奏，甲兄哥的小提琴独奏，甲合奏。特别惠美的独唱王牧师的恋爱，叫做选梅吼。选梅小姐的伴奏是做第一首注目的曲目。两兄妹噗噗跳，直伫等爸爸妈妈毋较紧通来去，因为爸爸妈妈老啦，行路逐摊需要因做伴。逐摊是啥物物件呢？行路逐摊，我查一下逐摊。第7声，行路逐摊。TAH 逐摊。逐摊是踏着窟啦吼，或者是生理了钱吼，即个词我今仔才学着吼。逐摊就是落落去的一个窟啦吼，啊，生理了钱嘛是逐摊嘛吼。近来不止逐摊，近来了遮济就对啦吼，逐摊。OK， 啊，但是即只呢是啥？是讲讲
讲即个爸爸妈妈老啦吼，行路踏探，需要因做伴。行路踏探是意思，敢若讲去踏着窟窿安尼哦。哦，这我找看别位有解说。踏探。踏探，行路踏探。Marino 讲踏探就是Alzheimer's disease， 就是就是已经食老公去啊吼，叫做踏探吼。我今日才有伫吼踏探。Marino 讲。讲老人已经牙去啊，迄个头壳已经戆去啊，踏探。哦，讲老啦吼，行路踏探需要因做伴，搁无偌久就做伙去拜堂。迄暝人客会友满堂，伫即个山骹细细的街仔，有即款的竹炊是真稀罕吼。竹炊，竹炊哦，竹炊变调叫竹炊。这是应该是日本来的啦吼。无收，完全无收。竹炊，竹炊，我用汉字查看有吼。无，竹，竹，炊。无，完全无解说吼。讲起即个小所在吼，有安尼的竹炊吼，是真稀罕。我袂晓解说吼。那就是伫即种小所在有办安尼的活动，那是真稀罕吼。若毋是咱的教会，通讲无当看的盛会吼。盛会就是办足盛大的会啦吼。因两兄妹的表演，甲选梅小姐的表演，真正是迄暗上好，互人大懊恼的节目。选梅小姐比惠美加2岁，今年21岁。早一年高中已经毕业。还未做亲，伫厝呢帮赞爸母。礼拜日、主日学幼稚课，甲礼拜日的弹琴，拢是伊
伊负担吼，幼稚科就是儿童的注意力啦吼，较早叫幼稚园、幼稚科吼，拢是你负担吼。教囡仔甲即个大钢琴拢伊负担，教会内底吼，真正是何如得的小姐吼，讲即个选民，伫幼艺会中有一出叫做找宝珠吼，是耶稣的譬喻吼。歹势，找宝珠吼，找宝珠，就是找宝珠是迄种装塔用的迄个装饰品吼。伫幼艺会中有一出叫做找宝珠，是耶稣的譬喻，做其真逼真感激人吼，真互人感动就对啦吼。灯笼看了后，深深印象伫脑内，煞联想伊的好朋友坤峰，就是早伊2年对因的母校毕业的，现在是做珠宝的进出口商吼，珠宝进出口商，行几若摆印度、缅甸、暹罗就泰国吼，不知何谈吼。家伙已经成，伊煞自主想，若大学毕业，这自主等下查者我看无。伊煞自主想，若大学毕业，的确要甲伊做试看卖吼。要做看卖，就是原来想要做珠宝的款吼。伊煞自主伊煞自主想，OK， 想若大学毕业吼，自主应该是 frequently 吼，自主孜孜不倦吼，哇，即个自主吼。泉州腔孜孜吼，定定继续无停吼。所以伊煞定定咧想讲，若大学毕业，的确要甲伊做试看卖。幼艺会煞倒来将即个事讲互老爸听，老爸无赞成。总是点点无应，老母搁较无赞成，直直破喙残，查一下喙残吼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喙。CHUI 第2声，第3声还是残 CHAM 第5声无喙残对啊，有诶较新诶词吼，台语图书馆都无收，咱来找一下找台语。我讲较新的意思就是讲，伫个日本时代，迄当阵算新的吼，毋是即嘛吼。无喙残，无拍毋对啊，喙残。
我 Google 一下吼，即个书内部，喙第三声，站第五声。完全无。另外，我找一下主喙，拄则主喙。无 ，OK。好，书顶嘛找无吼，所以我无多解释讲啥物叫喙战吼，破喙战。老母搁较无赞成直破喙战吼。毋过惠美真赞成，伊讲青年人应该爱有冒险的精神，应该努力奋斗吼，努力奋斗，努力奋斗。努力吼，所以变了读做努力奋斗。将来将来才有成功的愿望吼。9:03，咱休一下，敢有啥物问题？拄则读过，因为我尽量莫去查词典吼，行去甲大家好，无问题，咱就继续读个哦。两老看囝拢去，搁入学，忽然感觉真无难，也想讲顶梁着量早甲伊带吼。啥物叫做感觉真无难 ？LAM。切做英文版吼 ，LAM 第7声。真无难，难是判的意思啦吼。难即字咱平常时较常用的就是讲，甲 mix 交做一个叫做难嘛吼。比如讲，咱有时仔讲。漳泉南就是漳州腔南泉州腔吼，即种南吼，就是混在一起吼 ，mix。即个南咱定定咧讲，伊这会当，所以会当做讲做伴的意思啦，因为着做伙嘛吼，所以南做伙就是伴吼，做伴就是南吼，所以无南、伴南、相南就是做伴的意思吼。另外一个是防水泛滥嘛，这另外意思吼。主要是即个头前即个我知啦，后壁即个做伴今仔日才学着吼，所以拄则读过毋知影意思，就是因为毋捌定学过即个词吼。讲感觉真无难，就是真无伴吼。就是两个少年咧去入学读书啊，忽然感觉真无难吼，也想讲顶梁着量早甲伊带。愿望通阻止伊去远远经商的念头吼。两人参详了，就同意就是同意啦吼。想来想去，就想讲来做王牧师的零千金雪梅小姐，林长老一个讲，长老娘无第二句就赞成。长老是指讲即个丁良甲惠敏老爸，叫做是做长老嘛吼。林长老一个讲，长老娘无第二句就赞成。对安尼就央人去甲牧师讲，央就是拜托人吼，
央，或者是庸吼。啊，你大字典无收央，无收央的是音吼。咱查一下庸吼 ，IONG。庸吼，拜托人的意思吼，庸人写啊，伊即个汉字另外伊个读书音是央嘛吼。OK， 所以就洋人去甲牧师讲，就是去做亲戚吼。果然是天作之合吼，也写批互丁良，甲探回味的意见，大家拢赞成。选媒也真满足即个分数，对安尼就请礼拜寒订吼，请礼拜寒订。寒订知啦，礼拜知，毋知啥物叫做请礼拜吼。等下查者吼，望几月日久，毕业通结婚吼。对安尼就请礼拜寒订。寒订就是送订吼。咱来测者 KOANN 第七声吼。订 TIANN 第七声。无收寒订。寒订代志新事干若安尼写，我查一下过数。寒订。日文版有过数，但是伊无写吼。寒订就是遮，就是送订啦吼。这免加看，我嘛看无啦吼。寒订是送订啊，请礼拜是请 CHIANG 第三声吼，请。OK， 呛是公明的意思啦吼，呛声嘛吼，呛声就是即个呛吼，公明大声话嘛是呛声嘛吼。你有甲伊呛无？你有甲伊呛无？你有甲伊讲明无？吼，即只是讲明，你有甲伊讲互清楚无？吼。所以就讲明讲礼拜寒订。对安尼就请礼拜寒订，望搁几月日久毕业通结婚。OK， 时日真快过，搁无久，丁良甲惠美拢毕业倒来啦。林长老因一家毋免讲，王牧师因也是真欢喜。选媒小姐被办嫁妆真正无闲，林长老因两老欢喜，紧爱看见孙仔，就赶丁良着紧结婚。若是丁良心自想要甲人去外国做生意。真爱加入对象吼，对象即叫汉字解说讲是
组一队的相对就对啦吼，叫做对象相对吼。对象心拢无心情伫紧结婚的事吼。若是袂忍得年老的爸母迫切要求，就真耗刀，就真耗刀伫毕业的一月日后就结婚吼。讲若是袂忍得年老的爸母迫切要求，就真耗刀伫毕业的一月日后就结婚。迄日的结婚式真正是盛大。9:12。新婚后，蜜月中的夫妇，真正是甜蜜。林长老因两老也真正满足，一家充满吟诗唱歌感谢的笑声。有一日，忽然有电报来，就是丁良写批互伊的好朋友群芳，探问因出国的时日。因是组织一队7个，多数是青年，也几若个是真老练的壮年人。因惯是骑马盘山过岭，沿路对化番，还是啥物山内的人买野兽的皮，就是因惯是骑马盘山过岭，沿路对化番，化番就是应该是算食番啦吼。还是啥物山内的人买野兽的皮，还是象牙鹿茸对山呢直直过到印度的大都市，有时到缅甸还是暹罗来做生意，然后就搁买货倒来本国。即摆是要去印度吼。因决定伫8月要出发，到8月15要伫芬兰形成会合。形成就是省会啦吼，形成会合。即时有供电我看无吼。即时有供电来互丁良接到即张电，真正一时三心两意。即时有供电来互丁良，咱来查一下啥物叫供电，可能是电报意思吼。看者 KONG 第三声电 TIAN 第7声。供电就是敲电报啦吼。供电通知就是敲电报通知吼。即马已经无电报啊，嘛无人安尼讲啦吼。即马拢 email 通知啊啦吼。
即时有供电来互灯笼，灯笼接到即张电，真正一时三心两意吼。若要去也当伫蜜月中，若毋去，实在失落好机会吼。伊的父母是极力反对，雪梅一心毋甘丈夫两边要出外，阁是要去遐远，一心又切望夫君成功。OK， 惠美头到尾是赞成阿哥的前进吼，前进应该是前进的意思吼。到尾想讲毋通甲人失约，就愤然决心出发吼。OK， 所以就愤然决心出发，愤然这是文言词啦吼，愤然愤然吼，无收啦吼。愤然，台我线顶是电脑收吼。OK， 所以若遐灯笼吼，到尾想讲毋通甲人失约，就愤然决心出发。因一队7个吼，一队7个人，即摆连灯笼合共有8个。上济岁32岁，做队长。灯笼25岁，上少岁。朋友群芳27岁，大家拢是真贤骑马有力量的青年吼。9点19分，咱继续看咧吼。8月初一，灯笼透早起来，备办前坐就要出发。老爸母挖大门，流目屎来送。妈妈牵灯笼的手，十灯笼8番符。叫伊着细字，爸母送到大门就停步。兄嫂小哥歹势吼，兄嫂小哥直直缀灯笼，行到真远。灯笼一手牵马，一手牵雪梅，两人恋不舍。毋甘分开，后来惠美停骹，让因两个家己行，到较起灯笼浸，到较起灯笼浸雪梅，心内若准有讲要，心内若准有。讲袂出的毋甘，毋过已经甲人约，阁也泡无限的光明。望通上进成功，就决然甲爱妻分开，泡青年立志出乡关，
立世事业，立世事业不成，事不全吼。后壁有即个汉字，因这是文言啦吼。抱青年立志出乡关，立世事业不成，事不全吼。的心志就上马挥鞭，直直跑进前无搁回头。雪梅心亲像要逼你，因为伊捌听迄条路的危险吼。若路歹有断崖绝壁吼，断崖绝壁，断崖绝壁吼。而且佫有毒蛇猛兽，也有青番会出草吼。出草知啦吼，杀人头。钱虽然好趁，若是性命是12分的危险。哪阵结向未来，先邮条的款。结向未来，先邮条。结向是啥物意思？KIATHIONG。吉凶就是代志的好歹吼，吉凶啦吼。即个大理大词典修的例句嘛，叫做吉凶未来先邮条吼。吉凶未来先邮条吼。哪阵吉凶未来先邮条的款吼，所以一时雪梅的心，亲像要逼你的艰苦吼。吉凶未来先邮条，就是代志还未发生，但是有一条掉头走途吼。所以一时雪梅的心，亲像要逼你的款的艰苦。搁看灯笼，一个上马，马鞭一拍，马直跑无回头，煞开声哭。小姑惠美紧走来甲伊安慰，两个心闷闷三牵倒转来，惠美看嫂嫂的忧闷，嫂嫂是大嫂啦吼。嫂嫂的忧闷，心也煞生起无限的同情。到底哥哥毋知会平安成功到厝抑未？若未，伊对嫂嫂觉得有12万分的袂得过心吼。觉得就是觉得啦吼。我今仔才看人安尼写吼。伊对嫂嫂觉得，这是孔子辈的写法啦吼。伊对嫂嫂觉得有12万分的袂得过心吼，因为伊支持阿兄出去做生意嘛吼。因为即个事是伊一人大赞成，所以煞想无话通讲。两人牵手静静行，若是雪梅若行无停会七目屎，心真心闷吼。心闷就是台语讲少年啦吼。心闷吼，变调心闷但是变调个心闷。查一下即个词吼，即个词较早听阮母也讲吼，叫做心闷吼。第七声闷。
哦，即只是心文，思念得到心有字，叫做心文吼，心文，对啦，所以爱变调叫做心文吼。思念得到心有字，叫做心文。心文无囝吼，就是少年无囝吼。好。即只咱个读个，就是若是选梅若行无停，会七目屎，心真心文，看心重夫吼，前途毋知吼。好，第八页读煞，拄啊好，甲第一章读煞吼。丁良甲选梅结婚了后，偌久，搁你美国咧吼，就离开去泰国吼，云南遐吼，去要做生意，应该去卖一寡什物手皮啥吼，啊，迄是山路，诚危险的山路啦吼。好，代志会安怎发展，咱后回再搁继续来读吼。啊，着歌定是提醒吼。我咧想讲吼，我以后读吼，我就是想着就读啊啦吼。我意思就是讲，像今仔日还是顶回安尼，就是先讲过了，啊，等逐个集合我来再来读吼。有时啊，我诚无方便，因为其实我即本小说我家己足想要紧甲读煞吼，所以我想着就想要读。有时啊，我想着就想要读，比如讲，即个拜六礼拜，其实我想着足想要读个啊，但是因为无先通知，我就无读。但是我想讲，因为咱有录音啦吼，所以以后我就是想着读啊，可能袂读介长啦吼，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安尼吼。啊，各位若无倒着，恁早来听录音吼，来看即个故事。好，今仔日读到遮，爸比有啥物建议无？你讲。安尼袂歹。啊，我拄则想到一个历史，拄则讲到迄寒鼎。寒鼎对，嘿。寒鼎是提亲吗？对，毋是提亲哦。订婚。寒鼎是订婚，寒鼎就是送订。订婚啦，嘿。订婚哦。但是订婚，较早阮拢讲送订啦，无人咧讲订婚啦吼，送。订。TIANN 第7声吼。送订，就是送订金的意思啦。阮拢讲送订，我毋知影是送订金的意思吼。嘿，婚约时送聘金啦，叫做送订。我毋知影意思，就是我较早拢想讲送订就是订婚迄个订啦，但是毋是吼，是订金的意思。哦，聘金。嘿，所以送订亲情吼，送订亲情应该是就讲已经订婚的啦吼。所以送订本身，迄是送订金的意思吼。我今日才学着吼，但是伊实际上意思就是订婚啦吼。阮较早拢讲送订，啊送订和寒订是共意思。送是讲我甲即个物件送去你遐，对无？寒是我甲订金寒伫手诶，寒去恁兜，叫做寒订。寒是即个意思吼，寒。KOANN 第7声。寒就是提吼，毋是提亲吼，是摕即个订金去恁兜啦吼。因为较早要共，就爱甲即送去嘛吼，送订。OK， 所以好，啊若无啥物问题，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。感谢各位大家斗阵来读吼，好，感谢，好，安尼我来关房。